佢哋兩個成日喺公司耍花槍。他們倆常在公司裏打情罵俏。佢哋兩個成日喺公司耍花槍。佢哋兩個成日喺公司耍花槍。我唔能夠趕返嚟見阿爺最後一面，我覺得好遺憾。我不能趕回去看爺爺最後一面，我覺得很遺憾。我唔能夠趕返嚟見阿爺最後一面，我覺得好遺憾。我唔能夠趕返嚟見阿爺最後一面，我覺得好遺憾。呢杯雞尾酒嘅酒精含量好低啫。這杯雞尾酒的酒精濃度很低而已。呢杯雞尾酒嘅酒精含量好低啫。呢杯雞尾酒嘅酒精含量好低啫。你陣間仲要揸車㗎，唔好飲酒啦。你等下還要開車的呀，別喝酒吧。你陣間仲要揸車㗎，唔好飲酒啦。你陣間仲要揸車㗎，唔好飲酒啦。我為佢做咗咁多嘢，佢一啲都唔領情，連多謝都唔講一句。我為他做了那麼多，他從未領情，就連感謝都沒有。我為佢做咗咁多嘢，佢一啲都唔領情，連多謝都唔講一句。我為佢做咗咁多嘢，佢一啲都唔領情，連多謝都唔講一句。我以為你講下咋噃，你嚟真㗎？我以為你只是說說罷了，你是認真的嗎？我以為你講下咋噃，你嚟真㗎？我以為你講下咋噃，你嚟真㗎？男人好少可會生乳癌。男人長乳癌的機會很少見。男人好少可會生乳癌。男人好少可會生乳癌。冇見咁耐，你呢排咩環境啊？很久沒見，你最近還好嗎？冇見咁耐，你呢排咩環境啊？冇見咁耐，你呢排咩環境啊？着親新鞋，我隻腳都會起水泡㗎。每次穿新鞋，我的腳都會起水泡。着親新鞋，我隻腳都會起水泡㗎。着親新鞋，我隻腳都會起水泡㗎。新屋入伙，間屋仲空，冇乜家私。新屋入住，家裡還空空如，也沒什麼家具。新屋入伙，間屋仲空，冇乜家私。新屋入伙，間屋仲空，冇乜家私。咁細個就食煙，仲得了茄？那麼小就抽煙，那還得了？咁細個就食煙，仲得了茄？咁細個就食煙，仲得了茄？醫生話我肺部發炎，要食抗生素喎。醫生說我肺部發炎，需要吃抗生素。醫生話我肺部發炎，要食抗生素喎。醫生話我肺部發炎，要食抗生素喎。冇禮貌嘅人容易令人反感。沒禮貌的人最令人反感。冇禮貌嘅人容易令人反感。冇禮貌嘅人容易令人反感。你咁忙都肯幫我，你真係好好人。你那麼忙都肯幫我，你人真好。你咁忙都肯幫我，你真係好好人。你咁忙都肯幫我，你真係好好人。唔好再騷擾我啦，我報警㗎。別再打擾我了，我會報警處理。唔好再騷擾我啦，我報警㗎。唔好再騷擾我啦，我報警㗎。呢個老師衰11，
下世都唔使再做。这个老师与未成年少女发生性行为，永遠不能當老師。呢個老師衰11，下世都唔使再做。呢個老師衰11，下世都唔使再做。佢份人好豁達，遇到咩難題都可以樂觀面對。他為人正面開朗，遇到任何難題都能樂觀面對。佢份人好豁達，遇到咩難題都可以樂觀面對。佢份人好豁達，遇到咩難題都可以樂觀面對。聲大夾惡唔代表你一定講得啱。二聲二氣不代表你說的就是對。聲大夾惡唔代表你一定講得啱。聲大夾惡唔代表你一定講得啱。好心你剃下鬚啦，留鬚留得咁核突。拜託你去剃鬍鬚吧，留得那麼惡心。好心你剃下鬚啦，留鬚留得咁核突。好心你剃下鬚啦，留鬚留得咁核突。除咗讀書，學一門技能裝備自己都好重要。除了念書，學一門手藝裝備自己也是很重要。除咗讀書，學一門技能裝備自己都好重要。除咗讀書，學一門技能裝備自己都好重要。我日日都要幫佢哋買飯，好似工具人咁。我每天都要幫他們買便當，像個工具人似的。我日日都要幫佢哋買飯，好似工具人咁。我日日都要幫佢哋買飯，好似工具人咁。佢賴死喺地下唔肯走。他死賴在地上不肯離開。佢賴死喺地下唔肯走。佢賴死喺地下唔肯走。條巷窄到我要打側身先過到。這巷子窄的我要側身才能過得去。條巷窄到我要打側身先過到。條巷窄到我要打側身先過到。佢老公去偷食，俾佢斷正。她老公偷吃被她當場捉到。佢老公去偷食，俾佢斷正。佢老公去偷食，俾佢斷正。而家講定俾你聽都冇用，到時你就知㗎啦。事先告訴你也沒用，到時你就會懂了。而家講定俾你聽都冇用，到時你就知㗎啦。而家講定俾你聽都冇用，到時你就知㗎啦。你再亂講嘢，我就駁濕你。你再亂說話，我就打破你的頭。你再亂講嘢，我就駁濕你。你再亂講嘢，我就駁濕你。我最憎夏天出街㗎啦，我寧願留喺屋企好過。我最討厭夏天外出了，我寧願留在家好了。我最憎夏天出街㗎啦，我寧願留喺屋企好過。我最憎夏天出街㗎啦，我寧願留喺屋企好過。呢排成日見人上佢屋企追數，睇嚟佢同財仔借落唔少。最近常看到有人上他家討債，看來他跟高利貸借了不少。呢排成日見人上佢屋企追數，睇嚟佢同財仔借落唔少。呢排成日見人上佢屋企追數，睇嚟佢同財仔借落唔少。你講嘢都九唔搭八嘅，明明唔係講緊呢樣嘢。你說話都牛頭不對馬嘴，明明都沒在說這些。你講嘢都九唔搭八嘅，明明唔係講緊呢樣嘢。你講嘢都九唔搭八嘅，明明唔係講緊呢樣嘢。千祈唔好濕住手掂電掣，小心漏電啊！千萬別在手濕濕的時候去碰電開關，隨時會漏電的啊！
千祈唔好濕住手掂電掣，小心漏電啊！千祈唔好濕住手掂電掣，小心漏電啊！我同屋企人反咗面，已經離家出走成個月。我跟家人翻臉了，已經離家出走整個月。我同屋企人反咗面，已經離家出走成個月。我同屋企人反咗面，已經離家出走成個月。佢成日都懶懶閒，做乜嘢都求求其其。他整天懶洋洋，做任何事都隨隨便便。佢成日都懶懶閒，做乜嘢都求求其其。佢成日都懶懶閒，做乜嘢都求求其其。佢女友真係好黐纏，每分每秒都想同佢喺埋一齊。他女友超黏人，分分秒秒都想跟他黏在一起。佢女友真係好黐纏，每分每秒都想同佢喺埋一齊。佢女友真係好黐纏，每分每秒都想同佢喺埋一齊。啲竹淡茂茂，我點食啊？那粥淡而無味，要我怎麼吃啊？啲竹淡茂茂，我點食啊？啲竹淡茂茂，我點食啊？食嘢咁重口味唔健康㗎。吃重口味的對身體不好。食嘢咁重口味唔健康㗎。食嘢咁重口味唔健康㗎。佢有家底又靚女，所以有好多男仔追。她漂亮，家裡有錢，所以有很多男生追求。佢有家底又靚女，所以有好多男仔追。佢有家底又靚女，所以有好多男仔追。第一次見面，個女仔就翹住我隻手行。第一次見面，那女生就勾住我的手走。第一次見面，個女仔就翹住我隻手行。第一次見面，個女仔就翹住我隻手行。我哋拍咗10年拖啦，你幾時先應承同我結婚？我們交往有10年了，你幾時才答應跟我結婚？我哋拍咗10年拖啦，你幾時先應承同我結婚？我哋拍咗10年拖啦，你幾時先應承同我結婚？好時佢呢啲衰人唔抵可憐㗎。就他這樣的壞人，不值得同情。好時佢呢啲衰人唔抵可憐㗎。好時佢呢啲衰人唔抵可憐㗎。個女仔對你嗒晒糖，仲唔快啲上？那女的對你流口水了，還不快行動？個女仔對你嗒晒糖，仲唔快啲上？個女仔對你嗒晒糖，仲唔快啲上？佢好通氣茄，唔會阻住你哋二人世界。他很識相的，不會打擾你們單獨相處。佢好通氣茄，唔會阻住你哋二人世界。佢好通氣茄，唔會阻住你哋二人世界。病好之後，我成個人生猛晒。痊癒之後，我整個人都重生了。病好之後，我成個人生猛晒。病好之後，我成個人生猛晒。霎時間，我邊度搵咁多錢借俾你啊？剎那間，我哪找來那麼多錢借給你呢？霎時間，我邊度搵咁多錢借俾你啊？霎時間，我邊度搵咁多錢借俾你啊？佢平時都做得幾好㗎，今次應該係失手嘅啫。他平時做得蠻好的，這次應該只是失手吧？佢平時都做得幾好㗎，今次應該係失手嘅啫。
佢平時都做得幾好㗎，今次應該係失手嘅啫。女人嘅年齡係好敏感嘅話題嚟。女人的年齡都是很敏感的話題。女人嘅年齡係好敏感嘅話題嚟。女人嘅年齡係好敏感嘅話題嚟。佢今日好唔開心啊！我要諗辦法氹返佢至得。他今天很不開心，我要想想辦法哄他開心才行。佢今日好唔開心啊！我要諗辦法氹返佢至得。佢今日好唔開心啊！我要諗辦法氹返佢至得。諗返轉頭，如果你嗰陣聽我話，就乜事都冇。想回頭，如果當初你有聽我勸告，就能沒事。諗返轉頭，如果你嗰陣聽我話，就乜事都冇。諗返轉頭，如果你嗰陣聽我話，就乜事都冇。有本事你自己嚟，唔好多多要求。你有本事就自己搞定，別要求多多。有本事你自己嚟，唔好多多要求。有本事你自己嚟，唔好多多要求。街口有消防車喎，係咪邊度火燭啊？路口有消防車呢，是哪裡有火災嗎？街口有消防車喎，係咪邊度火燭啊？街口有消防車喎，係咪邊度火燭啊？我係靠節食同做運動減肥嘅。我是靠節食和做運動減肥的。我係靠節食同做運動減肥嘅。我係靠節食同做運動減肥嘅。你有冇試過喺愚人節同人表白？你有試過在愚人節跟人告白嗎？你有冇試過喺愚人節同人表白？你有冇試過喺愚人節同人表白？估唔到今次嘅旅行竟然有艷遇。想不到這次的旅遊居然有艷遇。估唔到今次嘅旅行竟然有艷遇。估唔到今次嘅旅行竟然有艷遇。我喺呢度一個親人都冇。我在這裡一個親人都沒有。我喺呢度一個親人都冇。我喺呢度一個親人都冇。搞到咁大件事，我諗都係冇得掹㗎喇。事情搞得那麼大，我想都是沒希望了。搞到咁大件事，我諗都係冇得掹㗎喇。搞到咁大件事，我諗都係冇得掹㗎喇。你當眾鬧佢，搞到佢好難落台。你當眾責罵他，令到他沒下台階。你當眾鬧佢，搞到佢好難落台。你當眾鬧佢，搞到佢好難落台。呢件事千真萬確，係我親眼見到嘅。這件事千真萬確，是我親眼看到的。呢件事千真萬確，係我親眼見到嘅。呢件事千真萬確，係我親眼見到嘅。今次我哋之所以咁成功，都係歸功於你。這次我們能那麼成功，功勞都歸你呢。今次我哋之所以咁成功，都係歸功於你。今次我哋之所以咁成功，都係歸功於你。我工作太忙，想去旅行唞下氣都冇時間。我工作太忙碌，想去旅遊透透氣都沒時間。我工作太忙，想去旅行唞下氣都冇時間。我工作太忙，想去旅行唞下氣都冇時間。呢度嘅氣候好差，又濕又熱。這裡的氣候很差，又濕又悶。
呢度嘅氣候好差，又濕又熱。呢度嘅氣候好差，又濕又熱。唔爭嗰一時三刻啦，等多陣先。没差在那一时半刻，再多等会。唔爭嗰一時三刻啦，等多陣先。唔爭嗰一時三刻啦，等多陣先。你粒聲唔出咁，有心事啊？你一聲不吭的，有心事嗎？你粒聲唔出咁，有心事啊？你粒聲唔出咁，有心事啊？女仔遇到色狼要大叫非禮，唔好因為怕事而啞忍。女生遇到色狼要大叫非禮，別因為怕事而不出聲。女仔遇到色狼要大叫非禮，唔好因為怕事而啞忍。女仔遇到色狼要大叫非禮，唔好因為怕事而啞忍。犯法嘅嘢我係唔會做㗎。犯法的事我是不會做的。犯法嘅嘢我係唔會做㗎。犯法嘅嘢我係唔會做㗎。你咁大個人仲同屋企人住，會俾人笑你㗎。你都長那麼大了，還跟家人一起住，會被人取笑的啊。你咁大個人仲同屋企人住，會俾人笑你㗎。你咁大個人仲同屋企人住，會俾人笑你㗎。佢為咗錢，連老婆仔女都可以賣，簡直係喪盡天良。他為了錢，連老婆孩子都能賣，簡直就是喪盡天良。佢為咗錢，連老婆仔女都可以賣，簡直係喪盡天良。佢為咗錢，連老婆仔女都可以賣，簡直係喪盡天良。你個畜生，竟然攞晒阿媽啲錢去賭！你這個畜生，居然把老媽的錢都拿去賭！你個畜生，竟然攞晒阿媽啲錢去賭！你個畜生，竟然攞晒阿媽啲錢去賭！人生總會有波折，但係最重要係要對自己有信心。人生難免遇到挫折，但是最重要的是對自己有信心。人生總會有波折，但係最重要係要對自己有信心。人生總會有波折，但係最重要係要對自己有信心。佢自從感情受挫之後，就過住放蕩且濫交嘅生活。自從他感情受挫後，就一直過着放蕩且濫交的生活。佢自從感情受挫之後，就過住放蕩且濫交嘅生活。佢自從感情受挫之後，就過住放蕩且濫交嘅生活。唔好一味反對啦，聽下我哋嘅解釋先。別只是反對，先聽聽我們的解釋吧。唔好一味反對啦，聽下我哋嘅解釋先。唔好一味反對啦，聽下我哋嘅解釋先。使唔使咁慳啊？間房冇開燈，黑掹掹，淨係靠街燈點做功課啊？不用那麼省吧，房間不開燈黑漆漆的，只靠路燈怎麼做功課啊？使唔使咁慳啊？間房冇開燈，黑掹掹，淨係靠街燈點做功課啊？使唔使咁慳啊？間房冇開燈，黑掹掹，淨係靠街燈點做功課啊？哎呀，個驚喜 party 我唔覺意穿咗煲俾佢聽添。哎呀，那驚喜派對我不小心穿幫，給他知道了。哎呀，個驚喜 party 我唔覺意穿咗煲俾佢聽添。哎呀，個驚喜 party 我唔覺意穿咗煲俾佢聽添。我女朋友話自己剪咗頭髮，個變化細微到我睇唔到啊。我女朋友說她剪了頭髮，可那細微變化小的我真的看不出。
我女朋友話自己剪咗頭髮，個變化細微到我睇唔到啊！我女朋友話自己剪咗頭髮，個變化細微到我睇唔到啊！呢間鋪頭啲雞翼非同凡響，你真係要去試下。這間餐廳的雞翅不同凡響，你真的要去試一試。呢間鋪頭啲雞翼非同凡響，你真係要去試下。呢間鋪頭啲雞翼非同凡響，你真係要去試下。都夜啦，我去瞓啦，早唞，聽日見。喝完了，我要去睡啦，晚安，明天見。都夜啦，我去瞓啦，早唞，聽日見。都夜啦，我去瞓啦，早唞，聽日見。呢單生意你同我都可以賺錢，真係一家便宜兩家着。這種交易我們雙方都能賺錢，真是雙贏局面。呢單生意你同我都可以賺錢，真係一家便宜兩家着。呢單生意你同我都可以賺錢，真係一家便宜兩家着。間間學校嘅前身幾乎都傳說曾經係一個亂葬崗。每間學校的前身幾乎都傳說曾是一個亂葬崗。間間學校嘅前身幾乎都傳說曾經係一個亂葬崗。間間學校嘅前身幾乎都傳說曾經係一個亂葬崗。今日天氣好凍，出街記住攬返條頸巾。今天天氣很冷，出門記得圍個圍巾。今日天氣好凍，出街記住攬返條頸巾。今日天氣好凍，出街記住攬返條頸巾。一個人食幾多着幾多，整定嘅。一個人吃多少穿多少都是注定的。一個人食幾多着幾多，整定嘅。一個人食幾多着幾多，整定嘅。幸福要自己爭取，唔係必然嘅。幸福要靠自己爭取，而不是必然的。幸福要自己爭取，唔係必然嘅。幸福要自己爭取，唔係必然嘅。佢一日食2包煙，好快玩完㗎咋。他一天抽2包煙，很快就會沒命。佢一日食2包煙，好快玩完㗎咋。佢一日食2包煙，好快玩完㗎咋。乜你咁遲㗎？約咗8點，你9點先嚟到。啊，你怎麼那麼遲？約好8點，你9點才到。乜你咁遲㗎？約咗8點，你9點先嚟到。乜你咁遲㗎？約咗8點，你9點先嚟到。你諗嘢咁單純，小心俾有心人利用。你想法那麼單純，當心被有心人利用。你諗嘢咁單純，小心俾有心人利用。你諗嘢咁單純，小心俾有心人利用。哇！返緊工上鹹網，你搏炒啊！哇！工作時間上色情網站，你想被炒魷魚嗎？哇！返緊工上鹹網，你搏炒啊！哇！返緊工上鹹網，你搏炒啊！我想單獨同你傾一傾。我想單獨跟你聊一聊。我想單獨同你傾一傾。我想單獨同你傾一傾。我冇乜時間，你最好快啲講重點。我沒什麼時間，你最好快講重點。我冇乜時間，你最好快啲講重點。我冇乜時間，你最好快啲講重點。餓啦，去邊度醫肚好啊？好餓，去哪裡找吃的啊？餓啦，去邊度醫肚好啊？
餓啦，去邊度醫肚好啊？我而家個腦一片空白，乜嘢都諗唔到。我現在頭腦一片空白，什麼都想不到。我而家個腦一片空白，乜嘢都諗唔到。我而家個腦一片空白，乜嘢都諗唔到。凡事睇好嘅一面，做人樂觀啲就會開心啲。凡事多看好的一面，做人樂觀就會開心。凡事睇好嘅一面，做人樂觀啲就會開心啲。凡事睇好嘅一面，做人樂觀啲就會開心啲。條橋起好幾日就冧，擺明係豆腐渣工程啦。這橋剛蓋好沒幾天就倒了，分明就是豆腐渣工程。條橋起好幾日就冧，擺明係豆腐渣工程啦。條橋起好幾日就冧，擺明係豆腐渣工程啦。我哋已經認定咗對方，諗住同對方過人世㗎喇。我們已經認定對方了，打算跟對方過一輩子。我哋已經認定咗對方，諗住同對方過人世㗎喇。我哋已經認定咗對方，諗住同對方過人世㗎喇。呢個地方比較落後，我哋只可以用凍水沖涼。這個地方比較落後，我們只能洗冷水澡。呢個地方比較落後，我哋只可以用凍水沖涼。呢個地方比較落後，我哋只可以用凍水沖涼。市道唔好，我失業已經有3個月，仲搵緊嘢做。經濟不景氣，我已經失業3個月，還在找工作。市道唔好，我失業已經有3個月，仲搵緊嘢做。市道唔好，我失業已經有3個月，仲搵緊嘢做。未到最後一刻，我都係唔會認輸嘅。還沒到最後一刻，我都不會認輸的。未到最後一刻，我都係唔會認輸嘅。未到最後一刻，我都係唔會認輸嘅。我好細膽㗎，連過山車都唔夠膽玩。我很膽小的呀，就連雲霄飛車都不敢玩。我好細膽㗎，連過山車都唔夠膽玩。我好細膽㗎，連過山車都唔夠膽玩。佢份人3分鐘熱度，份份工都做唔長。他總是3分鐘熱度，每份工作都做不長久。佢份人3分鐘熱度，份份工都做唔長。佢份人3分鐘熱度，份份工都做唔長。佢用哪吒手段先上到經理呢個位？他用骯髒手段才能爬上經理這個位置。佢用哪吒手段先上到經理呢個位？佢用哪吒手段先上到經理呢個位？唔好淨係睇一個人嘅外表，仲要睇佢修養。不能只看一個人的外表，還要看修養。唔好淨係睇一個人嘅外表，仲要睇佢修養。唔好淨係睇一個人嘅外表，仲要睇佢修養。你成日都唔飲水點得㗎？你怎麼能一整天都不喝水的呀？你成日都唔飲水點得㗎？你成日都唔飲水點得㗎？弊啦，我手指罅生雞眼。糟糕，我的手指縫長雞眼了。弊啦，我手指罅生雞眼。弊啦，我手指罅生雞眼。自從結咗婚之後，我日日都有住家飯食。自從結了婚，我家天天都有飯吃。自從結咗婚之後，我日日都有住家飯食。
自從結咗婚之後，我日日都有住家飯食。你做嘢咁冇厘搭霎，同你老豆一擔擔啊！你做事那麼沒責任感，跟你老爸一個樣。你做嘢咁冇厘搭霎，同你老豆一擔擔啊！你做嘢咁冇厘搭霎，同你老豆一擔擔啊！老細叫你做，你都要硬食㗎喇，冇得你揀。老闆吩咐你做，你也必須硬住頭皮做的呀，沒得選擇。老細叫你做，你都要硬食㗎喇，冇得你揀。老細叫你做，你都要硬食㗎喇，冇得你揀。佢俾人蝦，但又唔敢出聲，唯有啞忍。他被欺負又不敢出聲，只有默默忍耐。佢俾人蝦，但又唔敢出聲，唯有啞忍。佢俾人蝦，但又唔敢出聲，唯有啞忍。又要你揞荷包請食飯，點好意思呢？又要你出錢請吃，那怎麼好意思呢？又要你揞荷包請食飯，點好意思呢？又要你揞荷包請食飯，點好意思呢？我好醒瞓㗎，少少聲都會嘈醒我。我很淺眠的呀，一點點聲音都會吵醒我。我好醒瞓㗎，少少聲都會嘈醒我。我好醒瞓㗎，少少聲都會嘈醒我。佢個膊頭喺意外嗰時拉咗臼。他的肩膀在意外時脫臼了。佢個膊頭喺意外嗰時拉咗臼。佢個膊頭喺意外嗰時拉咗臼。初學游水，最好學咗自由式先。初學游泳，最好先學會自由式。初學游水，最好學咗自由式先。初學游水，最好學咗自由式先。游水嚟講蛙式最慢，但亦都係最易。游泳游蛙式是最慢，但也是最容易。游水嚟講蛙式最慢，但亦都係最易。游水嚟講蛙式最慢，但亦都係最易。太陽太曬嘅時候，最好唔好游背泳。太陽過猛的時候，最好別游背泳。太陽太曬嘅時候，最好唔好游背泳。太陽太曬嘅時候，最好唔好游背泳。頭先突然地震，都未嚟得切反應，嚇到我心都離一離。剛剛突然地震，還沒來得及反應，嚇得我心臟驟停了。頭先突然地震，都未嚟得切反應，嚇到我心都離一離。頭先突然地震，都未嚟得切反應，嚇到我心都離一離。我鍾意食嗰間車仔麵係街邊檔。我喜歡吃的那間車仔麵是路邊攤。我鍾意食嗰間車仔麵係街邊檔。我鍾意食嗰間車仔麵係街邊檔。我女朋友話一定要買樓先肯結婚喎。我女友說一定要先買房子才肯結婚。我女朋友話一定要買樓先肯結婚喎。我女朋友話一定要買樓先肯結婚喎。你放粒釘喺張凳上面，靠害咩？你放了顆釘子在凳子上，想害我嗎？你放粒釘喺張凳上面，靠害咩？你放粒釘喺張凳上面，靠害咩？呢塊玉係我哋唯一嘅家傳之寶。這塊玉是我們唯一的傳家之寶。呢塊玉係我哋唯一嘅家傳之寶。呢塊玉係我哋唯一嘅家傳之寶。你想個孤寒老細加人工，發夢冇咁早。
你想那吝嗇老闆加工錢，想得美。你想個孤寒老細加人工，發夢冇咁早。你想個孤寒老細加人工，發夢冇咁早。頭先叉錯腳，爭啲碌落樓梯，好彩捉住扶手先冇事。剛才踩空，差點從樓梯上摔下，幸好捉緊了扶手才沒事。頭先叉錯腳，爭啲碌落樓梯，好彩捉住扶手先冇事。頭先叉錯腳，爭啲碌落樓梯，好彩捉住扶手先冇事。邊有咁大隻蛤乸隨街跳？哪有那麼便宜的事？邊有咁大隻蛤乸隨街跳？邊有咁大隻蛤乸隨街跳？你架車好鬼笨，坐到我想嘔。你的車子很顛簸，坐得我想吐了。你架車好鬼笨，坐到我想嘔。你架車好鬼笨，坐到我想嘔。我同佢表白，佢拒絕咗我。我跟他告白，被他拒絕了。我同佢表白，佢拒絕咗我。我同佢表白，佢拒絕咗我。佢覺得認錯就會好冇面。他覺得認錯會沒面子。佢覺得認錯就會好冇面。佢覺得認錯就會好冇面。佢老公好大男人主義，唔俾佢出嚟搵嘢做。她老公很大男人主義，不准她找工作。佢老公好大男人主義，唔俾佢出嚟搵嘢做。佢老公好大男人主義，唔俾佢出嚟搵嘢做。我隨口噏咋喎，咁都開口中。我隨便說說罷了，怎麼就說中了？我隨口噏咋喎，咁都開口中。我隨口噏咋喎，咁都開口中。我知我有時比較多口水，唔係個個都想聽我講嘢。我知道自己的確很多話，不是人人都喜歡聽我的話。我知我有時比較多口水，唔係個個都想聽我講嘢。我知我有時比較多口水，唔係個個都想聽我講嘢。喺屋企煮飯食，梗係經濟過出街食啦。在家煮當然比外食經濟實惠得多啊。喺屋企煮飯食，梗係經濟過出街食啦。喺屋企煮飯食，梗係經濟過出街食啦。佢咁靚女，多人追冇乜咁出奇啫。她那麼漂亮，多追求者也不足為奇。佢咁靚女，多人追冇乜咁出奇啫。佢咁靚女，多人追冇乜咁出奇啫。上手屋主喺間屋度留低咗啲家私。上一手屋主都把家具留了下來。上手屋主喺間屋度留低咗啲家私。上手屋主喺間屋度留低咗啲家私。乜你今日咁準時到啊？少有喎。啊，你今天那麼準時到哦，真稀有。乜你今日咁準時到啊？少有喎。乜你今日咁準時到啊？少有喎。我起初搬嚟嗰陣都唔習慣呢度嘅生活，後尾先開始同人熟絡。我剛搬來時也不習慣這裡的生活，漸漸地開始與人熟悉了。我起初搬嚟嗰陣都唔習慣呢度嘅生活，後尾先開始同人熟絡。我起初搬嚟嗰陣都唔習慣呢度嘅生活，後尾先開始同人熟絡。啲山寨嘢平就係平，但係一啲都唔襟用咯。那些山寨貨的確便宜，但根本就不耐用啊。啲山寨嘢平就係平，但係一啲都唔襟用咯。
啲山寨嘢平就係平，但係一啲都唔襟用咯。我求神拜佛都望佢平平安安返嚟。我求神拜佛都希望他能平安歸來。我求神拜佛都望佢平平安安返嚟。我求神拜佛都望佢平平安安返嚟。佢個仔去咗當兵之後就再冇返過嚟。他兒子自從去了當兵，就從此沒再回來。佢個仔去咗當兵之後就再冇返過嚟。佢個仔去咗當兵之後就再冇返過嚟。公司啲牆全部都俾冇公德心嘅人畫滿塗鴉。公社上的牆壁都被那些沒公德心的人畫滿塗鴉。公司啲牆全部都俾冇公德心嘅人畫滿塗鴉。公司啲牆全部都俾冇公德心嘅人畫滿塗鴉。佢好驚狗，一見到狗就會掉頭走。他很怕狗，一見到狗就會轉身跑。佢好驚狗，一見到狗就會掉頭走。佢好驚狗，一見到狗就會掉頭走。佢今次比賽因為身體唔好，大失水準。他因為這次比賽身體欠佳而大失水準。佢今次比賽因為身體唔好，大失水準。佢今次比賽因為身體唔好，大失水準。每年新年呢度都會有花車巡遊。每年新年這裡都會有花車遊行。每年新年呢度都會有花車巡遊。每年新年呢度都會有花車巡遊。佢禿頭情況好嚴重，唔單止有 M 字額，仲有地中海。他禿頭情況很嚴重，不單單是 M 型禿，還有地中海。佢禿頭情況好嚴重，唔單止有 M 字額，仲有地中海。佢禿頭情況好嚴重，唔單止有 M 字額，仲有地中海。佢推介嗰度啲嘢食真係麻麻地。他推薦那裡的食物倒也還好。佢推介嗰度啲嘢食真係麻麻地。佢推介嗰度啲嘢食真係麻麻地。嚟到老地方，啲回憶湧晒出嚟。來到了老地方，所有回憶都一擁而上。嚟到老地方，啲回憶湧晒出嚟。嚟到老地方，啲回憶湧晒出嚟。佢啲皮膚白雪雪，一啲都唔似係本地人。他的皮膚白嫩嫩，一點都不像是在地人。佢啲皮膚白雪雪，一啲都唔似係本地人。佢啲皮膚白雪雪，一啲都唔似係本地人。考試撞正我生日，心情好複雜啊！考試碰上我生日，心情很複雜。考試撞正我生日，心情好複雜啊！考試撞正我生日，心情好複雜啊！全部鋪頭都執晒笠，好似死城咁。全部商店都關門大吉了，像個鬼城。全部鋪頭都執晒笠，好似死城咁。全部鋪頭都執晒笠，好似死城咁。呢間商場轉咗幾手之後，已經冇以前咁受歡迎。這間商場轉好幾手之後，已經沒以前那麼受歡迎了。呢間商場轉咗幾手之後，已經冇以前咁受歡迎。呢間商場轉咗幾手之後，已經冇以前咁受歡迎。社會嘅低下階層長期俾有錢人壓榨。社會的低下階層長期都被財閥壓榨。社會嘅低下階層長期俾有錢人壓榨。
社會嘅低下階層長期俾有錢人壓榨。呢出戲好暴力，唔啱細路仔睇。這套戲很暴力，不適合小孩觀看。呢出戲好暴力，唔啱細路仔睇。呢出戲好暴力，唔啱細路仔睇。明明係你打尖，你仲惡人先告狀。明明是你插隊，你還要人先告狀。明明係你打尖，你仲惡人先告狀。明明係你打尖，你仲惡人先告狀。呢度啲侍應咁好招呼，打賞下佢哋都應該嘅。這裡的服務生很好招待，好應該打賞一番。呢度啲侍應咁好招呼，打賞下佢哋都應該嘅。呢度啲侍應咁好招呼，打賞下佢哋都應該嘅。日本有好多好靚嘅寺廟同神社建築。日本有很多很美的寺廟和神社建築。日本有好多好靚嘅寺廟同神社建築。日本有好多好靚嘅寺廟同神社建築。我足足用咗2個禮拜時間嚟做呢份報告。我整整用了2個禮拜時間來做這份報告。我足足用咗2個禮拜時間嚟做呢份報告。我足足用咗2個禮拜時間嚟做呢份報告。佢家族好似受過詛咒咁，啲親戚個個唔係意外身亡，就係生 cancer。他家族像是受了詛咒一樣，親戚每個不是意外過世，就是患了癌症。佢家族好似受過詛咒咁，啲親戚個個唔係意外身亡，就係生 cancer。佢家族好似受過詛咒咁，啲親戚個個唔係意外身亡，就係生 cancer。要預防皮膚癌，記得要搽防曬同避免長期暴曬。要預防皮膚癌，切記要塗防曬和避免長期曝曬。要預防皮膚癌，記得要搽防曬同避免長期暴曬。要預防皮膚癌，記得要搽防曬同避免長期暴曬。我間房好似豆樣咁細，冇位放多個梳妝台。我的房間只有豆乾大小，沒多餘位容納梳妝台。我間房好似豆樣咁細，冇位放多個梳妝台。我間房好似豆樣咁細，冇位放多個梳妝台。條山路9曲13彎，行得好辛苦啊！這山路彎彎曲曲的，走得很辛苦。條山路9曲13彎，行得好辛苦啊！條山路9曲13彎，行得好辛苦啊！從事餐飲行業通常工作時間都好長，而且食晏只可以輪住嚟。從事餐飲業通常工作時間都很長，而且只能輪流吃午餐。從事餐飲行業通常工作時間都好長，而且食晏只可以輪住嚟。從事餐飲行業通常工作時間都好長，而且食晏只可以輪住嚟。民主國家嘅政府應該為人民服務，而唔係企圖控制佢哋。民主國家的政府應該為人民服務，而不是企圖控制他們。民主國家嘅政府應該為人民服務，而唔係企圖控制佢哋。民主國家嘅政府應該為人民服務，而唔係企圖控制佢哋。隔離屋做白事，情景氣氛十足，真係令人寒一寒啊！隔壁鄰居辦喪事，情景氣氛十足，真讓人捏一把冷汗。隔離屋做白事，情景氣氛十足，真係令人寒一寒啊！隔離屋做白事，情景氣氛十足，真係令人寒一寒啊！咦，
點解你廁所冇裝抽氣扇，又冇氣窗，點通風啊？怎麼你的廁所沒有安裝抽風機，又沒有氣窗，要怎麼通風啊？咦，點解你廁所冇裝抽氣扇，又冇氣窗，點通風啊？咦，點解你廁所冇裝抽氣扇，又冇氣窗，點通風啊？佢成日做嘢收收埋埋，都唔知係咪有咩唔見得光。他成天做事都很隱秘，真不知有什麼不見得光。佢成日做嘢收收埋埋，都唔知係咪有咩唔見得光。佢成日做嘢收收埋埋，都唔知係咪有咩唔見得光。二戰嘅時候，我阿婆由北方走難落嚟南方投靠親戚。在二戰期間，我外婆從北方逃亡到南方去投靠親戚。二戰嘅時候，我阿婆由北方走難落嚟南方投靠親戚。二戰嘅時候，我阿婆由北方走難落嚟南方投靠親戚。舊麵包咬兩啖就唔要，真係好嘥咯。那麵包才是兩口就不要，這樣很浪費呢。舊麵包咬兩啖就唔要，真係好嘥咯。舊麵包咬兩啖就唔要，真係好嘥咯。佢生得細粒，個樣好似唔夠稱咁。他長得很小資，樣子像未成年。佢生得細粒，個樣好似唔夠稱咁。佢生得細粒，個樣好似唔夠稱咁。尋晚瞓瞓下覺，俾行雷聲嘈醒。昨晚睡覺時被打雷聲吵醒了。尋晚瞓瞓下覺，俾行雷聲嘈醒。尋晚瞓瞓下覺，俾行雷聲嘈醒。佢份人好上進，樣樣嘢都搏到盡。他人很上進，所有事情都盡全力。佢份人好上進，樣樣嘢都搏到盡。佢份人好上進，樣樣嘢都搏到盡。我初時唔係好想做嗰份工，不過冇得揀就唯有做住先啦。起初我不大想做那份工作，不過沒得選，唯有先做做看。我初時唔係好想做嗰份工，不過冇得揀就唯有做住先啦。我初時唔係好想做嗰份工，不過冇得揀就唯有做住先啦。佢以為自己好出名，不過大家真係識佢老鼠啊。他自以為很有名，不過人們都不認識他。佢以為自己好出名，不過大家真係識佢老鼠啊。佢以為自己好出名，不過大家真係識佢老鼠啊。我頭先搭佢嘅順風車返嚟㗎。我剛才搭他的便車回來。我頭先搭佢嘅順風車返嚟㗎。我頭先搭佢嘅順風車返嚟㗎。佢唔妥我好耐㗎喇，喺工作上故意刁難我。他不爽我很久了，在工作上故意刁難我。佢唔妥我好耐㗎喇，喺工作上故意刁難我。佢唔妥我好耐㗎喇，喺工作上故意刁難我。經理佢好鹹濕，成日借啲意抽人水，好乞人憎。經理他很好色，常趁機非禮人，超討人厭。經理佢好鹹濕，成日借啲意抽人水，好乞人憎。經理佢好鹹濕，成日借啲意抽人水，好乞人憎。救命啊！你做乜係都要煩住我啫？救命啊！你怎麼一直要纏着我呢？救命啊！你做乜係都要煩住我啫？救命啊！你做乜係都要煩住我啫？佢定神一睇，發現面前嗰個少女原來係中女嚟。
他集中精神看，發現眼前的少女原來是個中年婦女。佢定神一睇，發現面前嗰個少女原來係中女嚟。佢定神一睇，發現面前嗰個少女原來係中女嚟。